咱看这阵啊，是因为这非洲伫这政府禁止用喷来饲猪，所以为着要减少污染，也佮有响应这粪扫减量的政策，中华园林是来编预算，按算上济要来补助5000块，互民众买油喷的处理机。补助案若准通过，安尼上紧明年初就会当开放申请。 民众家厝内食剩的物件摕来清洁对待，中华园林逐个月大概收到265吨的喷。即阵因为非洲地震暂时送去溪州焚化炉烧，为着减少喷扫量，中华园林市就按算便预算，要来补助民众买油喷处理机。安尼好啊，安尼好过用肥免买啊，韭菜啊，免买遐济啊。食剩无随处理掉，放久嘛是有味啦。 若是有迄厨余机，会使随家处理你的，比较不会占空间，啊嘛较袂臭。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国内一日产生的喷大约有2000多吨，其中有超过60%拢是煮过了后摕去饲猪。即阵因为非洲地震，政府禁止用喷饲猪。中华园林市公所表示，为着解决民众油喷的处理问题，响应政府粪扫减量的政策，公所甲市代会有共识，要来试办油喷处理机的补助计划。那处理机因为是可以针对说征收厨余都去做一些。 去化的一个方法，因为我们园林其实也是在推广智慧城市哈，希望说有做不一样的一个去化的一个效果，所以我们明年有做那个预算的编列就是由民众来提出申请，然后来做厨余机经费上面的一个补助这样。 园林市公所表示，初步的补助计划按算成半50万的经费，一户会当补助一台油喷处理机，补助金额是40%，上济补助5000块。但是详细补助方案，阁要等市代会审议通过才会确定，上紧会当伫明年初启动补助计划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